新北市經國路的果菜市場呢，有賊仔是趁人無閒，這車門無鎖的時，就去偷摕這車頂的卡網，已經連續發生3屆去啊。一寡頭家呢損失是真嚴重，這產銷公司也提醒大家，這車門不管時都要甲鎖好條，才袂互人來甲偷摕。賊仔四界看來看去，趁無人注意的時陣，拍開車門偷摕卡網。新北市經國路的大菜市啊，是在地生意上好的市場。最近傳出有賊仔趁攤商當咧無閒落貨，偷摕車頂的卡網，因為做生意的關係，貨包仔內底攏藏袂少錢，全攏烏有去。在做生意哦，有時候，比如說我袋子剛好是臨時客人來，我們就趕過去，這袋子就忘掉了，剛好有一剎那時間，對方看到沒有人，然後就走了。自己注意現在的東西。你要叫啥個你用？你講就是愛家顧好啊。市場管理單位指出，賊攏是趁半暝，攤商無閒咧搬貨時落手，已經連續發生3件。目前農產運銷公司已經大告示提醒大家，不管是攏愛注意卡網，落車時車門嘛愛隨鎖起來，才袂互賊仔有機會偷摕。是因為我們的晚上都是在做批發作業哦，非常多的消費者以及人士呢會來這邊做採買的動作哦。那可能業者之間呢，他這個一些包包呢，沒有收好，讓這個小偷呢有機可乘哦，的立即發起的公告。那請這個業者呢，在針對財物的部分呢，可以做好這個相當的這個管制與保管。警察通報了，目前會先透過監視器抓出偷摕卡網的賊仔，隨落去賣派人去市場加強巡邏，讓攤商有一個安心做生意的所在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